木瓜太色瓜那，第次合作许多梦。罗木瓜太色瓜那，第次提拔下掉。那是当时人家没有，奶奶对的只管，好早都也那么别个着，罗卡多提出你吃的，都也来，罗卡多提出你吃。木瓜子都一点瓜子来是，一旦人吃木手花，四方那边提瓜掉了白了，年他妈呀，阿妈嘞阿妈在白忙了，白呀，木瓜子都嘞，马里的白忙了，对吧？木瓜子都呀，马里的瓜就是呢，人吃木手花。四方那边提瓜掉了呗，你不懂，这里边白干嘛的路嘛？他们那边你如果啥个那边一天木子那么别个呀，人才木数，那么那边一天木子是呢，这里边好早都一年什么个咯啊？有他妈人才木的是呢，阿妈个咯，别呀，咱们来吃阿妈马里啊，咱们来吃阿妈马里个咯啊，人家人才木是啊，对吧？我是讲木瓜子都接不来的，家里面拿啥里面当嘛，大约老百姓嘛把支付干了。木瓜子都等呀，木瓜子都等呀，大约吃了的，有时没当嘛，从把那这个点个当嘛，咱们来这个点把支付干了，咱们来一面呀马里啊，木瓜子都一点瓜地的是，一点人吃没少花。四方那边提瓜掉了白了，我那么里呢，别个他妈20的白了，别就在30年，一米嘛瓜就在我喝掉了。我那木瓜子都来一点马牛，他做20万年弄那50米家瓜人才没够，你呢？弄啥喝瓜啥个了么？啥去做不了么？一天呀，一手米跟那个咯，一年5万块钱了，一天呀，马路一手一阿比宽哦，一陪爬几年天一点干，一年天吃的帮我的圆，一回年2天米100马车给别这别干，我他妈里年别个他妈嘛阿里边皮拉达谁，别是一直找不喝了，啊，一直找不喝了。我那呀，木瓜子都来，马牛弄他就在我喝啊。你呢？弄是弄花嘛，一来300的嘛呀，喝他手里一点，错了嘛呗，苦点嘛，听说俺咯。阿姆呢，一咋去qua，咋听说喝茶嘛，还把错嘛装哦。我们不多呢，马里弄他就在我喝，我上那呢，马巴拉马生命嘛做。一我嘛你嘛提生命嘛做别个来带干，我那嘛里呀，你不敢吃的是呢，莫块弄别嘛里边提的皮拉子，我的话皮拉子，但是也你不怕里边烤肉干，我那莫把这个呢一点别哈不，嘛一点别莫把带着，我那嘛里呀咋，一里少不带过一年喏，我就能俺嘛一里少不带过一年，我就过带着喽。我带几天，一来是我被马里，我里边摸了破了2天，马里我的话呢，那个呢咋的做，那咋个话咋的做不了，一米呢4块1是俺老被白个2天，一查嘞，我里边一来少不俺米，用行我的第一个说过嘛，还把错嘛，一来少不我的话，咋个话热场，我那呀马里呢一来少不带过几天。一来是不被马里摸了，或是皮干也的，花也的。一来是不咋去过鹅场嘛，咱们我们家都对老师呢，马里过的过鹅场嘛，是吧？意思就是的，花的皮干也没得是这个我摸啊。我那呀，一来是不的嘛呀，是什么还比的是呢？下大马的可是呢，咱们阿舅嘛那过鹅做些就是呢弄啊喽。俺们那个的话，鹅场嘛，啥呢？个嘛俺们鹅做去做咯。俺家啥个嘛，但技术不做，咱们俺就是俺们鹅做去做咯。
呗，伊里啥不呀？伊在思想嘛哈比的是一想他妈的苦是你的嘞呗，苦都他妈的落马咯，啊，我嘛不懂呢，你嘛他妈呀，人生没的是他妈呀，伊里啥不对嘞呗，伊里啥不俺们伊那管人生没了嘛，这样是为意思就是，但河南嘛咋个的嘛，马里他妈俺们人生没的是对嘞，可能嘛嘛的对嘞落马咯嘛。这样你嘛他妈的做的人落马的，人生没的是呀阿妈个咯，白呀，阿罗罗是个咯，啊，人生没的是他妈呀，阿罗罗是个咯，如果说你这吃这边吃的吃光多年的，我的呀没法吃的嘞，一的他做那我呀把些阿就别个阿个价钱嘛，我喜欢弄个带别个啦咯，阿拉白呀。大鱼老别个，侬话别个就是怕的说很大了，一年4块就是那咯，啊，对吧？阿罗是不3块的，因为阿罗做的红娘是阿罗老点的，长边木瓜瓜边2些，你们都写的，阿罗是不的2个那是呢。一年大鱼老别个，侬话别个就是怕的说很大了，一年4块就是那咯，啊。阿别的推是路都把适当嘛，做事个给了侬嘛，我们娘侬话手里头拿咯，别，我里边别个拿了，我来差别木瓜瓜嘛，一做不安面，这都木瓜这都不安面，阿里水个咯，反正无啥的水个掉咯，木路瓜无啥的米多个，米那瓜一米方嘛，做的是的嘛，么子别木瓜这都不安面，水个掉嘛，晒在这里边，把着嘛拿咯。我那木瓜子都不伢，有话的哈个是木瓜瓜的几个呢？阿如果是不伢，听我说的都白来花了啊！阿说说的白个啦嘛，木瓜子都不哩说的白个啦嘛，啊，说伢别人的话，是话说的嘛个啦嘛，白可皮啦嘛的说伢，我你起来，但是有话你查过来别讲，我那伢有话你查讲看，嘛你也别有谁别，路途把适当嘛出去了的，我的有话搞不了咯。我来阿罗是不安面啊，做事了的，平时呢我就全把它做的那边弄嘛。我来呀阿罗是不呢，木瓜子都不嘞，有话的别个拉嘛那边，把面把这是磨面代替过来呗，磨完了嘛不多年啊，有话呢，以前的不少的面都他妈个是一袋水个人别有话，对不对？以前嘛的做的那边弄嘛咯，啊阿罗是不。人生没两嘛不多，是把它磨了，做事把它磨了嘛阿咯啊，这里嘛呀，人生没是呀养哪阿咯啊，人生没的是呀养哪阿咯，如果说你这啥次错这瓜呗，啥次你这瓜去，老是下头的嘛没掉啊，如果说你这啥次错这瓜呗，啥次你这瓜在那边5年的，养哪他妈呀，养学体我是啊。一年没能怎么面对给他一点说体重啊，这里嘛呀一年没吃嘛体重啊，一颗呢很吃2颗，他那边装懵了。我来一年阿天我们是想一个嘛都这边马路上块咋都就是你挖苦点是体重啊，马路上块50点原则点是体重啊，这个意思就是在5年点数，这个意思就是他们老板他妈的一年阿天我们5年点数。听说俺龙啊，我看养那的嘛，因我老爹嘛那边听人家，什么意思就是呢，大个老别管那个哦，我来什么意思就是在一磨完了啊，磨完了嘛不多年一年，你快40年不是在水个嘛，但是在那边弄嘛咯，那个呢，养那的嘛呢，一次2颗花钱，什么意思就是在磨完那嘛别个，一头那边5年点嘛那边。年年说10年，人家他不管俺们，说俺们要考，转年俺们要考，这个意思就是碰到嘛，还把他妈的说5年点嘛我们不多年啊，说是个意思就是碰到嘛，还把他妈的说你嘛不能挂别，说你嘛挂别是个的，可能都一呢，养了他妈呀，一阿天俺们咋都就是毛老啥话，是想你我电视一个话我说在原则嘛那边，人家说俺们毛老啥话阿天俺们。若是把待遇咋说，人生没说，阿比不提拉子呢？别说你们人生没说，别嘛瓜比，啥土瓜比就是的，这来不够嘛我，啊就是的，不是人家嘛没走，花花。
마다 스파해 마하바와 스파해 마하바쿠과 Merry Merry Christmas 하바과 네 부평야로 도야즈 Merry Merry Christmas December 누마 배우니 부야루 Merry Merry Christmas 누워내과 도야즈래 네 부아마 하바네과 Kamayaниnya Mushishizabi gulami Nimane kwa yishingalo Atemi milimada Sepanya mahabakugwa Sepanya robege sulidu Dufolama yaninya Mushishizabi gulami Nimane kwa sejetiano Atemi milimada Sepanya mahabakugwa Merry Merry Christmas habakwa Nipu jemya rojo tiaze Merry Merry Christmas December Nungwa beuni putyadu Merry Merry Christmas nuwa nekwa jo tiaze le Nipa mahaba nekwa Merry Merry Christmas habakwa Nipu jemya rojo tiaze Merry Merry Christmas December Nungwa beuni putyadu Merry Merry Christmas nuwa nekwa jo tiaze le Nipa mahaba